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元朗大橋順興專業，我係你哋嘅主持麥飛佛。本店除咗間中會分享煮餸心得外，間中都想同大家傾下偈，分享一啲人生。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關薑蔥蒜嘅人生哲理。有一日係廚房入面，薑蔥蒜三條茂利喺度吹緊水。蔥講：我生得幾咁細長，新鮮翠綠，每次煮餸總能夠為大家嘅餸菜增加清香同多點翠綠，所以做人啊就要似我一樣帶點清爽，令生活唔會咁單調。薑就講：你講得都冇錯，不過有時人生難免遇到孤獨、寒冷同困難嘅時間，有時就需要我呢一股熱勁兒。做人要似我一樣，係關鍵時刻能帶嚟溫暖同力量，驅走煩惱。蒜聽到都跟住講：你哋都好好，但如果少咗我，再出色嘅餸菜都會失色。我雖然味道強烈，但去腥提味，有時仲可以殺菌。人生就要似我一樣，敢於展現自我，雖然不一定人人喜歡，但總能發揮獨特價值。所以話生活就像一道菜，呢幾樣配料都係缺一不可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作用，喺時代巨輪下需要互相配合，才可以將平淡嘅日子過得有滋有味。所以係平淡日子裏要有蔥嘅清爽，也要有薑嘅溫暖，仲要有蒜嗰種偶爾嘅辣勁，人生先可以過得更加精彩。大家加油，把人生呢一道菜炒得更精彩吧！大家聽完係唔係會有所感動，開始思考呢？但我就只係想話俾大家聽，薑蔥蒜本店